后来继续来看南投埔里南屏山的生态农场，有种这种沙纸田。沙纸田即摆正咧开花，这个桥仔式的花形成一个桥仔式的磅空，有够水。 南投县好山好水好旅游，最近民众除了赏樱花，在埔里观音山号磅空附近有一座有机农场，园区种植几若百丛的沙纸田，2月份开满桥仔式花蕊，成真侪游客来这赏花。漂亮吗？不错。因为气候影响，今年花期延3礼拜，园区的停车位无济，加上配合防疫分流的关系，园主建议游客会当预约赏花，安尼较袂人挤人。那因为最主要是因为现在是旱季的关系啊，所以它今年花开得很不错。除了欣赏桥仔式的花，农场温烧种植无毒的彩色果子，含在地农特产，欢迎游客会当来这高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